刘兄弟，大家平安。风台如果顺利过去啊，落一点仔雨，一点仔风，总是咱平安，就这个所在组织。这是咱要开始咱今日的礼拜，请咱安静咱的心，也小可检查咱包内底的手机啊。咱的礼拜中间，望伊毋通交叉着其他的人的敬拜。这是咱三甲亚头来祈祷。天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带领阮经过风雨幽源，会当平安来到主你的殿院，在这个所在敬拜你、服侍你。主啊，阮有真多在阮的心中，我要向你献上感谢。也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互阮头前所要跑走的路站，逐时阵拢有你的三角支地。加添阮气力。互我会当传播福音，互阮身躯边的人，也帮助服侍的人员，在服侍的中间大大气力，互因所服侍的，在因的生命中，真侪跑走的能量，帮助因，互因知影在服侍你的中间是甘甜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今日所有的礼拜停事。祈祷奉主啊所叫圣名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大平安，伫无平安的世代，咱拢足爱平安。咱住伫咱内面，咱就有平安。咱今日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要来学乐伊敬拜伊，请咱掀开304首，我要学乐。这首歌是咱拢真熟啦吼。显着咱就要来唱哦。304首，好来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，约翰有听见。拢总相信家己，因是对手棍和老主生命。有人在祈祷，有人在唱歌，因是对手棍和老主生命。较大声来啦！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。这首歌哈，这首歌应该是为遮唱唱吼，唱来甲迄个结束吼，是伫迄个副歌的即个下面吼，但是是爱唱2节吼，唱2节到下面，迄个副歌下面遐才是结束安尼吼。好，咱对头唱第1节、第2节，唱副歌结束。请咱较大声一下吼，因为这首歌拢足熟的吼，心肝较欢喜的来学了这首歌，来，过一遍。来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。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。约翰有听见，拢总相信家己。因这最初写好了主生命，有人在祈祷，有人在唱歌。因这最初写好了主生命，我要学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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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主上帝。
上帝，因做下称赞，欢喜乐乐唱歌，将一切乐乐眼光归神名，眼光归神，眼光归神家，眼光归神家小万岁，我要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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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主上帝。第三节，愿最上伊家己，主应灵愿天平，佢用听堂来操作阮大家。我要尊重你，我要称赞你，尊贵眼光归你到万世。我要学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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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主上帝。我要学乐，我要学乐，我主上帝。咱真感谢主，咱是上帝囝子，咱对上帝领受这个恩典，咱就有感恩的心，感恩咱就是要来学乐上帝吼。咱已经进入到7月民间的7月吼，大家拢真无惊吓，无平安吼。总是咱是上帝囝子，上帝随时甲咱伫地，咱拢毋免惊吼。好，咱要来唱527首，因为咱的做礼拜的听数有小可的改变，就是伫咱牧师祝祷了后，咱会唱这首520首，就是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吼会晓唱，因为这首歌是拢熟的歌吼，咱来唱一遍吼再来请安吼大家互相请安安尼啦吼，有小可改变，咱会使来试看卖。这首歌咱真熟，咱来唱一遍吼，来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唱一遍就好吼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子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入革命，因为耶稣咱有高我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我名，欢喜给咱的出听，因为耶稣奉献三个主死掉。再来唱一遍。咱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子。咱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才做些，因为耶稣入革命。因为耶稣咱有无法的人生，欢喜欢喜到万里，不是苦痛的生命。因为耶稣三个艰苦三个地。咱内面是有拍2节，但是咱要唱的时阵吼。结束的时要唱时间，唱1节就好吼。好，请咱准备心来做。
愿因跟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意赐和平予地球伊所以爱的人。即马来唱信心327首，信心327首。主上帝，求你监藏我。主上帝，求你监藏我，试验我，知我心思，看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因带我行伫你永远的路，请起立来唱全首。请坐。即马咱来读尼希亚圣经，伫就无第7页。万神独一全能的爸上帝，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。万神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，对上帝处的上帝，对光处的光，对真神处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，甲爸同质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。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就在使女玛利亚处世，食做人，伫本着比拉多临来，为咱顶十字架，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的第3日复活，上天，即马做伫爸正面，伊要伫阳光甲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的国无穷无尽，完成上事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相敬拜，同成阳光，伊捌托先知讲话，万圣一个圣公道，使徒的教会，阮告爸一个为伫写做洗礼。阮期望死人复活，来世活命。阿免。即马来读启应文50篇，启应文50篇，第信息后半面1091页，空91页。伫信息后面1091页，显着我来刻，你来印。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世安悲哀的人。欢喜的忧代替悲哀，因受称作公义的树。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
所有看见伊的人为心灵因信上主赐福的子民。即马，咱要来唱一首俄罗的歌，信息304首，信息304首。我要俄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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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主上帝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约翰有听见，拢做受小惊离，伊一直出声，俄罗主性命。有咧在祈祷，有咧伫唱歌，因一直出声，俄罗主性命。请起立，咱来用全首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我要俄罗，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约翰有听见，拢做上主惊你。一直出声，俄罗主性命。有人在祈祷，有人在唱歌，一直出声，俄罗主性命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。有天下，欢迎俄罗唱歌，俄罗应跟归上帝，应跟归天父，应跟归圣经，应跟归他信心到万世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完全地给你，主永远天父，永远听到咱从乱大家。我要从你，我要称赞你，完全归应跟归你到万世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要俄罗，我主上帝。请坐。即马咱来祈祷，请大家同心合道来祈祷。全能上帝，是阮的主，阮谦卑深深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予阮，保守阮，互阮有即个福气进入教会来敬拜你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使耶稣基督，你的独生囝来救赎世间人。阮谦卑向你恳求，赦免阮的罪，求你互阮对答以后过敬虔的生活。凡事伫头前引传阮，互阮知影你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妹，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。教会有济事工在进行，求你的信心，互阮每一个人同在，欢喜来服侍你，来行你的旨意。阮也恳求你帮赞，互阮将今日所听的一理，在真伫心内，行出你的教示，甲丰盛的活命，过好果子，通因光你的性命。阮恳求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
今日经文伫咧路加福音17章11到21节，现着我来读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。入一个乡舍的时，有一个太古的拄着伊远远地徛。出写讲，耶稣先是林明远。耶稣看去，甲因讲：“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。”因去的时就得着清气。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，就转来大声阿罗上帝，拍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应讲：“十人姜无拢得着清气嘛？迄9个伫倒落？这个扒做的人以外，又有无别人倒转来归因光上帝嘛？”就互迄人讲：“起来，做你去，你的信有救你。”法利赛人问上帝国第时会临到？耶稣应讲：“上帝国临到，毋是显然，也袂讲伫遮，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内中。”即马来请信歌队来献诗。今日咱来请黄传道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其实的帮赞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
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及时的帮助。希望咱透过经文，透过一些记载，佮一寡见证，来进一步giải捌咱及时的帮助，伫咱的生活、甲咱的信仰中间，伊的重要性，甲伊的意义伫倒位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我的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日时的保护，暗时的看顾，互阮通平安，互阮通健康，互阮通伫主日的礼拜，搁一摆来到你的脚前，来敬拜你，来学乐你，来听你圣经的话语。我要将线接信息的时间，恭敬仰望，求主引带带领，感谢天父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咱伫今仔日的经文《路加福音》17章的11节到19节，安尼讲：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中，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，伊入去一个庄舍的时阵，拄着10个麻风的病人，也就是泰戈病。别克的版本咱念做泰戈，即马现代台语咱念做麻风。因徛伫远的所在，大声喊：耶稣老师啊，林敏远！耶稣一个看到，因就甲因讲：恁去祭司遐，互伊检查。因伫路中就得到清气。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，就倒转去大声来讹罗上帝，趴伫耶稣的脚前，甲伊感谢。这个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问讲：敢毋是有10个人来得到医好？还有迄9个伫倒落？这个外族的人以外，兼无人佫转来感谢上帝。耶稣就甲迄个人讲：起来，转去，你的信心有救你。伫遮，咱看到主耶稣伫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伫一个庄头拄着10个麻风的病人。因徛伫远远大声喊讲：耶稣先生，林敏远！因为因是泰戈的病，无人敢活去，所以因徛伫远远伫喊。主耶稣看到因，就怜悯因，佮甲因医好，互因会当重新倒转去社会，重新来徛起。所以主耶稣这个及时的帮助，毋但医好因的泰戈，解除了因医治顶面的需要，嘛佮帮助因有信心来重新转去社会。那么10个麻风的病人当中，敢若一个人倒转去，大声来讹罗上帝，佮趴伫耶稣的脚前来甲伊感谢。这个佫是外族的撒玛利亚人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信心有救你，因为伊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派，伊的确要带发上帝迄个怜悯的心，会来医治，来帮助拢总需要帮助的人，成做因及时的帮助。这个及时的帮助所连结的，是坚定迄个信靠主耶稣的信仰。所以，只要你有相信，你就通来得到。这个你有相信的你，是包括这个万国万邦的外族，当然嘛包括你甲我。
只要咱相信，咱就要来得到，要来得到医治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帮赞，搁得到头棒。中国汉朝迄个《战国策》，这本册有一篇故事，咧讲有一个老妇人人，伊家己一个人住伫迄个长江的边啊，一间细间的厝啊。伊的厝边嘛有一个妇人人，逐工拢摕着针线，甲女房做女工，迄个女房来甲伊开讲，而且佫定定帮伊扫涂骹、铺面床。啊，有一天为着小可的代志，竟然即个老妇人人来讨厌伊即个厝边，煞真无客气，要来叫伊转去，要甲赶转去就对。那么即个妇人人呢，就真悲伤，要甲伊讲，因为阮兜真善车，所以我逐工来借你的浙光，因为阮无钱通啊买蜡条，来借你的浙光、蜡烛的光，来做一寡家庭的补贴。总是我嘛定定来替你整理厝内，搁陪你开讲，搁陪你解忧愁。搁退一步来讲，你房间内底浙光，若无人来照，伊嘛是照伫壁顶啦定。啊，我来使用，你敢有啥物损失吗？哪会着遮尔无通？这是对家己无损失，搁对别人有帮助的代志，哪会遮尔无通来做？即个老妇人人听到了后，伊就知影家己会毋对，就赶紧来家己即个厝边来会室的，搁真欢喜，安尼，互伊两个人搁继续三角做伴来开讲，来做一寡补贴。即个故事，伊甲咱讲，当咱有能力去帮助人做代志的时，毋通还是毋通。伫咱是无所损失的帮赞，毋过伊可能会成做别人真大的祝福。18世纪，英国有一个真有名，佮伫迄个1832年到1850年，捌做过英国国会议员的一个公爵爵爷，伊叫做沙普茨百里。伊的一生当中，上界出名的代志，就是替英国遐个纺织厂甲矿场的迄个囡仔，甲妇人人的劳工呢，来争取迄个较好的工作时数，甲较好的工作条件，为着这个代志来拍拼。伊对一般散车的劳工甲细汉囡仔的贡献，伫迄个当时，可能比任何一个社会的改造者还佫较大。迄是因为伊伫做囡仔的时，有一天伊行伫街仔路，伊拄着一个真散车的家庭伫出殡。在出山，伊这观察，一看就知影是用真歹的茶，佫用真粗的钢所定的一个茶箱啊。这个茶箱啊呢，佫放伫迄个古len的手刹车的顶悬。当这古len手刹车佫有4个人伫遐欢咧，伫遐咧刹。当因刹到迄落架的时，忽然间，因为迄落架歹控制，
所以这个观察，煞对车的顶面，煞骨落来，煞链对涂骹去，无当紧，佮逼开，这个观察佮逼开去，哇！虽然这个是一件意外的代志，毋过有个人可能伫边仔看会感觉好笑，有个人可能嘛会感觉非常的厌恶，边仔定咧，就会离开。嘛有个人可能感觉这代志甲伊无啥关系，就走去。不过，少年的沙普茨白里，伊看到了后，伊伫心内甲家己讲：我大汉了后，我要贡献我一生，要来互即款的代志，莫搁来发生。果然，伊奉献伊家己的一生来关心别人的需要。如果无人来关心着别人的忧伤甲痛苦，那安尼，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艰难，搁更加困难。所以，这个世界呢，实在是需要需要帮助的人，伊需要咱伫咱能力范围内，咱来替因遮的人来加做一寡代志，来互因遮的人来解除因的苦难甲痛苦。搁一个故事，就是19世纪，英国搁有一个真有名的慈善家，伊叫做穆勒。伊对1836年开始，伫迄个伦敦的西边，差不多120英里外远的一个海港，叫做布里斯托的海港，开始来设立孤儿院，陆陆续续，伊开办了差不多5间的孤儿院，前后后，伊养起了超过10万的孤儿。有一个暗暝，伊咧负责这个会室的同工，真烦恼。来到穆勒面头前，甲伊讲：咱明仔载早顿已经拢无半项通食，非常的烦恼来到伊面头前。穆勒听了，就请即个同工呢，两个人做伙跪落去祈祷，甲即个艰难，甲即个艰苦。来甲上帝讲，隔当早起，虽然抑阁是无半项通啊食，但是穆勒嘛是吩咐人，将即个盘仔、杯仔、刀仔、签仔，嘛拢照常安尼摆好势。所有的囡仔嘛拢照着因原来的座位坐好好，只是所有囡仔拢目睭金金，真着惊来看即个，在看穆勒，因为穆勒竟然向迄个面对着即个空空的盘仔甲杯仔，竟然伫遐感谢祈祷，就是伫遐做谢饭的祷告。所以囡仔真惊，真惊奇，安尼就目睭金金甲看。那就伫祈祷了无偌久呢，有人来叩门，有人去甲开门，结果就看到一台
规台满满，拄啊载规台满满迄个拄啊行好的马车，行好的胖的马车，拄啊停伫门口。因为原来有一间做胖的工厂的员工临时罢工，啊，这头家呢，雄雄毋知影要安怎处理这拄啊做好的胖，佫惊讲囥久就歹去。啊，因知影遮有一间孤儿院，所以就叫人规车的拄啊做好的胖，就安尼甲因送过来。送过来了后，因就赶紧甲遮个胖拢落落来，落好无偌久，阁有人来叩门。即摆是一台载满即个新鲜的牛奶的车停伫门口，因为因即台要送牛奶的车。伫孤儿的附近，迄个马啊要扭的迄个所在歹去，一时间修理袂好，无法度搁拖，因就无法度搁看到遮有一间孤儿院，就阵啊规车甲塞过来，来互遮个孤儿来使用，啊免伫讲遮个先来歹去。啊，母了一生对32岁到93岁，有60年久的中间，伊拢伫孤儿院来度过。伊甲咱讲一句话，伊讲：遮个孤儿拢是属于上帝的，上帝的确会将所需要的拢总来赏赐互阮。所以，因这孤儿院，迄个甘心欢喜的捐款，嘛拢不断伫奉献，拢毋捌，互因这个囡仔来夭折，甚至有当时啊，还阁有剩。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安尼讲。因为咱活的一切行做，毋是靠目睭看，是靠信心。所以咱靠着信心来祈祷，来恳求上帝的帮助。咱的上帝是信心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赏赐互咱到野阁有剩的上帝。所以伊的确要应允咱的祈求。若像耶稣。医好遐个太过病人，伊阁倒转来，迄个大声来呵乐，来感谢上帝。伊虽然是撒玛利亚人，毋过伊知影，上帝是恩典的主，伊是赏赐一切的主。可咱嘛知影，一个人伫困苦、恶担当的时，会感觉真痛苦，而且嘛会感觉家己敢若互即个世界放袂记的。即时若有人及时来帮助你，那么伊就会对即个世界来恢复信心，互伊确信讲，疼甲公义无伫即个世界来消失。人间到处拢有温暖。共产主义的创始人、创始人、创始人啊，是德国的思想家，伊嘛是迄个革命的理论家，伊叫马克思。伫上界困苦、上界艰难的时阵，拢无一个人来甲伊关心，嘛无一个人伸手来帮助伊，互伊感觉讲，即个世界哪会遮尔无公平？
为虾米好起来的人，伊啥物拢有，散车的人却是3顿都顾袂好势。伊受尽了迄个妖恶的痛苦，佮受妖受寒，拢总会艰难。所以就想讲，如果这个世界的财产，若会使共有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嘛是我的，安尼毋知要偌好。所以，就是一种的艰苦当中来激发伊迄个发展出来伊迄个共产的思想，就安尼，伊来创立了共产主义。所以，假使讲当初若有人关心来帮助伊，互伊得到温暖，互伊得到安慰，互伊无来遮尔艰苦，无来有遮尔大的气力，来思想讲，即个世间的无公平，安尼可能伊嘛无遐大的气力来激发。来创立这个共产主义。若是安尼，咱若是无创立这个共产主义，可能今仔日世界应该嘛袂像即摆安尼有遮尔邪恶的政权。所以，对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咱若伸出咱的手来甲伊帮助，毋若帮助伊恢复伊对人、对谈判、甲对社会的信心，嘛会使，互即个世界来得到更较和谐。伫台东的基督教病院，有人甲一个拄仔出世，才2天的婴仔送来医治。即个婴仔呢？早前伫北京病院，就因为状况真紧急，所以人就无爱收啊。不过因送来到台东的基督教病院的时，这医生甲护士甲收落来，而且规暝在急救，希望将这个婴仔的生命来甲救转来。不过，真可惜，第2天，这个婴仔嘛是死去，但是1礼拜了后，这婴仔的老爸老母就来病院，甲医生甲护士讲，因决定要来信靠耶稣，因为虽然这囡仔救无起来，但是因互这医生甲护士因的爱心来大大的感动，因的紧急。因的付出，因的希望来救活这个婴仔的这个爱心来甲因感动。因为这个及时的帮助，所以毋能甲咱的爱、咱的疼来带互对方迄个温暖甲安慰尔，而且嘛将上帝的疼来互因进入了。因的内心，这刚才咱嘛看到，这是邀请人来信耶稣一个更较好、更较好的方法，就是咱尽心尽力来帮助人，这个会感动人，嘛会使互因就安尼来认捌咱的主耶稣。咱的上帝，咱为着别人做代志，会使来帮助因的解除因的需要，恢复因伫谈判当中的信心，嘛同时嘛会使互因来感谢上帝，来相信上帝。耶稣会伫会堂来医治一个18年久。迄个腰举袂得的妇人人，耶稣互伊
摇摇起来，互伊感觉会当专心来感谢上帝的医治甲恩典。搁伫亚利哥城有一个青梅的乞食，伊受了耶稣的医治，决心要来跟对耶稣。众人嘛因为安尼来学了上帝，这就是咱真熟悉的巴底买。所以无论是互迄个摇牙得的妇人人，也是迄个目睭青面的巴底买，耶稣拢互因找回因生命的信心，佮重新来回到社会，佮重新来建立因家己生活的瓦壳，就安尼来感谢，来学了上帝。亲像咱的社区关怀据点，实际上已经活出了上帝国的恩赐。咱遮的坐坐较侪会遮的兄弟姊妹，因伫每礼拜拜二甲拜四做操运动，甲老师的上课，到中昼迄个共餐、共道啉食，拢会当看到因逐礼拜伫期待的笑容。佮伫每礼拜三、每礼拜五再去卡拉 OK， 啊，佮逐下晡无定时的相约来教会开讲，也是来遮来耍拉面。因迄个彼此咧教歌、咧点歌后，也是咧讲心声，来诚做互相的安慰，也是咧做伙咧比头壳咧伊拉面的时，因迄个欢喜、迄个快乐的模样，实在是看到上帝国伫咱教会来实现。因为上帝国就是一个互相陪伴、互相安慰，来得到互相帮赞的快乐的国度。就亲像咱今仔日的金句所讲的，有一摆，一寡法利赛派的人问耶稣：上帝国什么时阵会来临？耶稣甲因讲：上帝国的来临，毋是人看会出来，拢无人会当讲你看伫遐，还是讲你看伫遮，因为上帝国是伫伫恁的中间。耶稣嘛伫得要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，伊嘛互咱一个新的诫命。伊讲：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三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会对安尼知影恁是我的门徒。所以，上帝国是咱互相三听、彼此及时的帮赞当中来存在、来彰显伫咱的内面，伫咱彼此的中间。有一个妇人人，有一个真有钱的人，逐摆伫伊厝内咧做礼拜时，拢会带着因规家口的人来祈祷，拢会祈求上帝，就照顾因厝边迄个真不幸的邻居，求上帝互因莫定定来枵饿来受苦。啊，伫有一摆，伊祈祷了的时，伊迄个上细汉的查某囝就甲伊讲：“爸爸，啊，即件代志，敢毋是真简单吗？为什么都爱阁祈祷上帝亲身来做？”因爸甲问讲：“啊，为什么啊？”伊讲：“你只要摕一寡钱来帮助伊，帮助因，啊，因毋是就袂来夭着啊吗？”
所以讲，采取行动，可能比咱的祈祷，也搁较会当荣耀咱的上帝。一个法国后裔的美国人的基督徒叫做史蒂芬·格兰勒特，伊讲一句真有名的话。伊讲：我刚若来这个世界行一摆，所以讲，任何我会当做的善事、好代志，会当表现我的慈悲的代志，我拢随时要来甲做，绝对无延前，因为我袂过来第二摆。毋茫，咱拢会当活出耶稣基督迄个新的诫命的生命，用咱互相三个及时的帮赞，来互咱的上帝国度伫咱的中间来降临，来荣耀咱的上帝的圣尊名。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恩德的主，愿感谢你的引带甲启示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经节中间，搁一摆，搁较清楚来知捌你的命令、你的诫命，互阮搁较明白来了解，阮着三听，来诚做互相及时的帮赞，来彰显你的国度伫阮的世间来降临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愿阮的行做，拢是你所欢喜。求主帮助阮，成做福音的出口，通做光、做盐，来见证你的救恩，来荣耀你的性命，来归荣光伫至高的你，阮的天父上帝。感谢天父，听我的祈祷，献上我的感谢甲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来唱信息510首，信息510首。阮群做工无嫌劳苦，阮群做工无嫌劳苦，欢喜来做天父工程。这是我主所行的路。若无应该对主来行，请起立来唱全首。阮群做工无嫌劳苦，欢喜来做白工程。这是我主所行的路，若无应该对主来行。阮群做工着太机会，你是快过啊面袂到，主人会
请坐。即摆来奉献。即摆来报告，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，伫周报的第2页。法利赛人问：上帝国伫时会临到？耶稣应讲：上帝国临到，毋是显然，也袂讲哩。伫遮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内中。路加福音14章20到21节。法利赛人问：上帝国伫时会临到？耶稣应讲：上帝国临到，毋是显然，也袂讲哩。伫遐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内中。路加福音14章20到21节。咱来看周报第3面信公分担。后礼拜台语礼拜领唱廖秀兰，华语礼拜敬拜团，属类是郭金敦、苏琴、杨如玉，华语礼拜是张信邦，献诗是松富团契，
诗县林中豪、彭兆亮，好礼拜是彭兆亮、黄淑满。招待彭兆亮、黄淑满、周绿健，然后华语礼拜是彭兆亮、黄淑满、周绿健。音控曹明祥、李承勋。来周的聚会内容，拜沙的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异行长老，书会是我本人。第八是上帝呼召。台语礼拜的第八是给予的祝福，主理是陈春美牧师。我们来看教会的消息报告，第6页。第一行，团契财务教育训练，伫11点会议室，那请各团契财务同工出席参与。第2点，礼拜周的会议，在下晡几点在地下室召开会议，请礼拜主的同工出席参与。第3点，88节葡萄籽油，1瓶300元，如果需要购买的，可以向正会长老购买。第4点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进入教会都还是要量体温，那可以的话就可以戴着口罩。第5点，我们的门禁系统有更新，所以这个指纹金的输入要重新设定，那请向义生长老提出申请，然后资讯局就会跟干事协助重新设定。第6点，李同助理的消息报告，主日学手作班、桌球班已经即将要开班了，那上课日期是9月6号到10月25，费用是500元。那可以找淑娟老师或爱玉老师报名。第7点，主日学的升级礼拜。8月30号主日学办理升级礼拜，然后请这些小朋友准备升级的时候，我们会为他代祷，让他们在这个新的一个学期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，那神也保守他们。第8点，龙山建堂的募款，龙山教会下礼拜会过来募款，那请兄弟姐妹预备心。第9点，新年主日学那在9月6号就会开始第一次上课，那在上午11点会在会议室开始上课。今天有新来的吗？没有 ，OK。好，咱来唱信心393首，393首。俄罗全能稳定主宰，俄罗全能稳定主宰，万众称呼感谢跪拜，白囝信心，公义仁爱，尊荣上赞，直到万代，请起立。稳定主宰。请义行长老来为咱祝祷。请咱同齐来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主爱，以及圣神的临在甲引带，甲恁三个弟弟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阿免。请坐，咱来唱一首诗歌，咱拢做一个人。
将最将寄给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最上的care你，让我将最寄给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将最上的主你，因为耶稣将最新，因为耶稣的光明，因为耶稣让我过我的人生，我的享受主我命，我的根本的主条，因为耶稣我负责要主条。今晚咱会当跟旁边左右的人行平安礼。